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哦。看到阿群妹就底好，今日又要同大家来小件好吃的东西诶。小来小件嘛该喏，像係哦，有一項東西對客家人嘅飲食生活當中非常嘅重要，甚至連客家千經典嘅西文西炒地都就有記。 係咪嘅？大家想一下哦，就係豬希黃梨炒糯米，吼，有想到嘅吼，呀糯米啊，食起來嘅米是有些咧酸腰，還個炒起來嘅口感脆好，相當嘅口水水就會流出來。不過大家有想到一件事情冇？有想過一件事情冇？原來呀糯米係對那片生出來嘅，還個係用嘅生嘅，有看過冇？有想過冇？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哦，細嘅來分享。 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對苗栗來嘅阿富雄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曹富雄。今日當歡喜來到營業，歡迎你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一開始有講到就係糯米，對。 糯米一項東西，我記得有上次我韓式時節，啲我過時候嘅學校地度，啲啊嘅地下室啦、廢棄的那個舊桌椅啊，又係講乜嘅開嘅大廈，可能會看到生出一兩類很像木偶的東西，跟住係我唯一有直接看過糯米生出來嘅樣嘅。係，不過其實到呀，糯米既然要當到科技化嘅做法嘅，既然唔係像頭擺按樣生出來嘅，也係講啲數位底下去浸到，既然唔係按呢，既然係新嘅方式咧，故實今日就要來同請富雄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。所以糯米吼，也係種到一種人到太空包底度，就像香菇一樣，對不對？全部就係種到一太空包底度。所以呀，太空包係用嚟生出糯米嘅呀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好，呀糯米咧，它開始因為經濟嘅問題，所以佢咧開始用太空包嘅方式，我較簡單。冇以前用書嘅，一節嘅書誒，一節書誒，我當很容易長菌，其他的菌，所以咧用太空包嘅較強力，較強力，佢會用乜嘢做別的方式，其他嘅利用就錯誒。講嚟聽講你用嘅這個中亞糯米嘅太空包係有特別嘅同業目標用，係要有機認證嘅哦。係我哋係目前係有機轉型期嘅，係我哋下都將中心太好，係同人輔導，聽說到糯米做成就是有機轉型期的部分，古時候像按樣，也就係我們糯米的太空包，對不對？錯。所以呢，呀糯米係對那片生出來，就得請富雄同大家來示範一下冇。糯米佢生出來嘅，唔會用1歲、2歲、3歲。1歲、2歲、3歲係乜嘅意思？佢開始會我割鐵水，喺入邊開始割下來鐵水。推嘅，然後佢割下去，割一刀，佢都會生出來鐵水。佢就會對你割爛孔嗰片生出來。對，割爛孔嘅，因為割爛孔嘅空氣啊，嗰類水分啊，或者東西，嗰時節糯米都爆出來就叫做鐵水，嗰度天然都天然水。天然水都難，1味哦，記得1味嚇。天然水我覺得係好味色。覺得香味色，佢看樣時間多，佢都爆出來。過來行出嚟割T3水，所以就太空包咗嚟割佢下邊。個T3水我割到入邊啦，割到嚟一香，因為一香割過咩？過來割一香，佢都會T3水都會出來嘅。好，呀T3水出來，唔過唔係講按你都睇嚟哦，佢很油哦。杭州嘅技術上，唔過。因為有經濟上嘅問題，所以唔會較激烈嚟問題。因為佢你一下開始T3水生出來之後，基本上基本開始生嘅唔齊，佢唔齊嘅時節，我講你都較難。可能佢生到冇拉太累，係咁樣嘅意思冇？佢係樣你冇，佢係開始生嘅時候爆出來，因為事實上人家叫嘛？c'est歐亞嘅數字，按太嘅時節，佢係冇噴水呢。佢時節唔係嚟噴水，糯米嘅地方係粉嘅，冇睇。
冇嘛一分的，所以我都较大一些些的，比小红牙嘅数字较大一些些的时候，当做在喷水。所以第3岁以后，基本以为可能小红牙数字可能以为唔係，以為可能上岸太累嘅，咁我讓一噴水都較難嘅，所以它難控制就超嘅。對，所以差唔多3歲以後人都冇嘢。接下來做一本其他人來現場 DIY， 自家來執。就做得去體驗就錯嘅，純咧就做嚟拿來體驗。嗰時候家下對阿富雄講嘅方言就第號，加個1歲、2歲、3歲嘅意思，就像人講1貨、2貨、3貨嘅意思就錯嘅。開花樣嘅有冇？開天拜花都結果咩？一包做得數300就錯嘅。對，盡量啦，盡量因為種咧係個量，所以數300。但係厲害人數都幾多擺，數600。哦，做得數到按到擺哦。嗰時候有冇咪真係係懂神奇哦？唔過像家下人講嘅嗬，你種按樣嘅木米做得幾多年，你做得判斷佢1歲做得來摘。哦，種樣你1歲嗬，1歲一般啦，一般按算日咧，按算日來摘。哦，似日看日嚟算，算日咧，割下去嘅鐵度，差唔多4個禮拜。4個禮拜，就是差不多28日左右嘅，人都是摘下來，嗰時候差不多要熟嘅，要熟，因為我搶熟，喺度誒木咪嘅講，輕鬆嘅事情都要搶熟，所以4個禮拜左右嘅都要差唔多摘睇。佢愛搶熟，嗰時候可能太慢，然後佢熟下來冇用嘅。佢都老睇嚟啊，冇啦，佢都較慢地去摘，嘛。應該唔一樣嘅嚇，不過較慢地去摘，到後輩我講你都冇人改嘅。嗰個較慢地去摘嘅時間唔會變成佢會影響到後輩聽1歲、聽3歲。好多嘅時間咧。對，所以一般人嘅聽1歲摘嘅時間差唔多28日。28日。聽1歲係咪21日？哦，還有選歌哦。對，第3歲嘛係21日。啊，你較方便，盡量算時間呢。因為人講郵寄嘅慢呢，我見去算，我見下譜嘅，見做一些。我們要把它數據化啦，對不對？按用下後，規個腔下按用就做得腔下做。盡量有隻 SOP 啦，好，安尼較簡單，應該去管理嘛較方便。對。唔過人家喺出題講算日嘅以外，係唔係做得用看木咪嘅外表，就做得來看佢算來優秀嘛，做得正嘛？一般啦，還是標下來，好。一般你睇看木咪係有安尼。有幾種走嘅，咩走嘅？幾種花呢吹下來，佢會有安尼波浪嘅時間，幾種人都熟嘅。嗰時候人看相片有看到順後有一些些嘅波浪嘅形呢。像一個蕾絲啊，你有冇？一講啊，你形呢？按用就表示講樣木咪已經熟嘅，做得落去數下來嘅。錯，原來係按呢。木咪都按呢。唔過其實頭擺人嘅成分經驗就提倡，比如講木咪啊、菇類呀的都是一種菌菇類，嗰時候佢係需要有菌的。所以呀，木咪嘅菌是什麼菌啊？木咪嘅菌嗬，一般啦，一般會分2種。一個有嘅冬石頭嘅，有嘅就寒天同熱天嘅2種。係一般人會分幾多號嘅，嚇，像人哋就一個月係用8號嘅，8號，係用一個月用8號嘅，ที่佢較菜，佢雖然上較慢，一般人講保衛變下去，ที่水要割咧，差唔多幾多9月，差唔多1整日嘅時間。不過8號嘅個冬節，冬節時節佢較冷，拳較唔係行，所以佢會等較久，佢等較久嘅時節，嗰個佢上嘅佢都慢慢嘅上。嗰個佢同頭擺人上課，就是這些菌類的東西，佢生種嘅方式應用，它都是菌絲會慢慢的走出去。你們有一個專有名詞的說法，叫做走菌率，對不對？走菌率。
行拳，嗰首拳會慢慢地行出去。係講較寒嘅時節，佢就行到較慢。較慢，有時候唔行。有時節唔行，跟唔行運用緊啥，佢就唔可以上氣。咩都得意下，得紅牙樣嘅有冇？都誒紅牙幾多張嘢嚟時，人對古堡嘛呢？其實佢都將人嘅人自家拉嘅毛嘢啊，佢講出來時就得意。佢係冇熟聽做出來，嗰種下唔好。像有一擺唔知練到水嘅，結果呀。當嗰呀棉花一角嘅，同埋包出來。哦，包出來也唔係好嘅，呢叫我快睇，叫我圓圓。嗰時候佢行咗唔得亂上咧。對啊，叫我圓圓像人家腦樣嘅，好，佢都冇親講，過來要可能我快睇，所以佢要做唔得嘅，所以我等佢，慢慢嘅等，看有耐心地去等佢。哇！嗰時候看呀，木米即係喺伊咧當鐵片嘅，唔係稱呼菌類。我聽到啲阿陽講嘅，一開始我想用種嘅，雖然錯也唔錯，唔過應該係錯嗬。唔過喺假使講有其他嘅講法，請大家聽咗我同阿權哥來講一下哦。因為第一擺嗬，按了解去成立去每呀木米嘅東西。唔過其實除睇佢生長嘅環境以外，還有當到木米嘅知識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嗰陣來講哦。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木米。呀，木米後唔但唱種嘅時節當鐵片，上嘅時節未當鐵片，韓國連佢樹嘅時節都當鐵片咯。樹嘅時節真係有乜嘅鐵片嘅地方咯？也用樹講到木米用樹嘅時節，其實木米用樹唔像一般嘅，唔是跳下去嘛。一般可能用不用太溫柔，唔是天天讓佢摘下來，也係講用剪刀讓佢剪下來。一般人看到果子很nhỏ，慢慢天天的剪下來。看到木米沒？木米用插下來。這麼粗魯？係都唔怕，看到木米都插下來，一定會插下來。插下來佢後背咪有拍拍嘅拳係，佢係插下來嘅拳單不走出來，你冇插下來，下擺都面到嘅味嘅。木米話呢，當奇怪，木米都用柴。以前唔啲，一開始嘅時節用剪嚟講啊，剪佢，純嘅木米我跟你講鏟出來，唔係呢，結果純嘅木米仲下爛脫。哇，嗰時候用柴，用柴，真係當鐵片呢，根本已咩真係鐵擺定原來。樹木米嘅時節，我用柴然後佢插下來。嗰時候像你種到也品質按好嘅木米，聽說就會拿來除咗出汁色以外啦，聽說咩會拿來做出其他嘅東西，比如講，以下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分享嘅黑木耳露，對不對？黑木耳露還係鐵片用頭擺嘅方式，用肉絲嘅方式來做嘅。因為樣你嘛，以前嘅肉嘅太鑊頭嘛，個肉絲太鑊頭，你睇較少人用嘅。當到你媽唔知嘅按到乜東西，所以人家就想要回到以前肉絲頭嘅鄉村嘅樣嘅安尼，所以用太鑊頭嚟做。跟亞布卡愛油啊，油亞布卡都係油，也太鑊頭係，用嘢太鑊頭做出來嘅木米，我記特別冇看樣。真係啊，解。設計來米頭，你都會食到以前肉絲頭嗰種有媽媽的味道。所以人家會用手工嘅，用慢慢嘅，自家慢慢嘅煮嘅時節嘅蛋糕會樣，拍拍嘅泡嘛。你睇機器用煮嘅拍拍嘅泡，一天唔會流脫。人用手工慢慢用太鑊頭去煮嘅時節，蛋糕慢慢嘅泡嘛，然後慢慢嘅來流脫。所以啊，木米哦，食起來都冇看樣。真嘅，你家食嚟以後，哇！我竟然當久冇食到按樣。很手工味道的木米，俺唔啲我用嚟講出的甜分當然比較減低，冇按甜，也係懂吃鹽嘅米頭。韓國木米其實是起了咩毛毛嘅米頭，唔過它的那個滑溜的感覺，就按樣就吞落去，因為有的木米黑木耳露會下車，應該係冇保按久。
对。古时候你用按用肉丝嘅顾法，按用太煲头去给它按用煮，应该要煮多久哦？哦，要一煮哦，冇2点钟，唔来长气吧。大家想看呐，木米已经係。就是它是已经一个很脆弱的东西了，你还要煮2点钟，给煮2点钟，它真的都是化掉了耶。啊，所以2点钟以后，佢会有胶质会出来。哦，这胶原蛋白对人身体好的东西。尤其係細妹人，听说愛食胶原蛋白就會像阿 Q 威面 Q 用，沒有啊？对，主持人一讲，自家亂講。古時候像按用古法嘅方式來煮木米出體，自家嘅堅持啊，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，也冇卡人，也係講人嘅人學食到嘢到嘅反應係乜嘅冇？哦，睇家都講，也唔甜嘅，我講，按用較konkret。對，你主打。不應該講木米是嘛是養生，所以抗甜，所以唔可以按甜。個當到老人家反映講，哦，對人老人家當好呢，對呀，所以起來講較舒適。對腸胃嘛較好。有膳食纖維，豐富的膳食纖維。古時候其實像呀食嘅東西，愛養生的東西，也佢生長嘅環境，聽說就愛凍好。迄啲苗栗古時候愛做嚟每下這個好山好水的地方，生來地那一片哦。哦呀，也都係公幹。哦。北河村地帶。哇。係，今日都北河村，因為以前老時代都炭礦。其實有炭礦多地方。哦，嗰邊有出炭嘅哦。對。哦，炭礦。炭礦，其實有滷木桶都石炭。其實有滷多呀，背後都團炭。團炭所以一夜都種下去炭礦。喺這些時間，當你都面對全部污染嘅嘛。炭礦出來全部污污。對，所以生長嘅環境，都一夜炭礦嘅附近咧，都一夜種下去。因為啊，當好嘅水質。哦，其實水質有乜嘅特別嘅？有當到礦物質啊，有當到嘅很棒的過濾過的水質。用天然嘅石頭地度過濾出來的天然嘅水質。哦，古時候其實鴉片嘅環境非常天然。香港這片還有當到野生動物，為到這片發通。哦，當到呢。哦。但係本都睇得到嘅。強嘅呢，像雞會響安尼。哦。有看得到像田當比嘅有冇？有腰脯，太腰脯。沒有你當到。對，還有看到藍雀，台灣藍雀，個人當到紫斑蝶、小蝴蝶安尼，個人當到鳳蝶。對。古時候亞木米真嘅係對除咗係有機轉型起嘅這個木耳包之外，佢生長嘅環境咪係好山好水嘅地方，好空氣嘅地方。當好。古時候當做得生出也品質按好嘅木米，除咗做得拿來做黑木耳露以外，大家想到木米還做嚟做乜嘅？可能就係炒啊，除咗也因為香港人還變出當當冇用嘅做法同食法咯。你人想自家木米啊？我本身咧冇看樣，當多人可能唔是木米，像你後生嘅，講起來咩冇乜嘅米絲。對，後生嘅當多都唔是木米嘅，所以人來想一系列東西來做出來，像黑木耳鬆餅，你有食過嗎？當然冇啊，黑木耳鬆餅。對，還有黑木耳果醬。黑木耳果醬。啲果醬沒甜沒有，嘅鹹嘅。嘅鹹嘅果醬，有一系列難想象呢。當到個還有黑木耳飲品，個黑木耳會做當醬嘅飲品。有講到呀，飲品今日就有帶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先同大家來分享一筆係黑木耳的氣泡水，對不對？係氣泡黑木耳。氣泡黑木耳，佢帶下黑咖像汽水的東西，然後蛋糕就是這個黑木耳露。好，然後佢攪啊，唔知乜嘢會想到用按用嘅方式來做呀？其實以前看當多人講調酒有冇？調酒，大家都看哦，夜店的酒按薑有冇？薑都會上顏色，所以人都為了年輕的族群，人來上顏加色，所以人來做當多像調酒啦，很漂亮的。
好有趣哦！因为啊，说起来，用个饮料气泡水有一些咧酸酸香香的甜味，然后再加上黑木耳，黑木耳基本但其实无嘛介米丝，不过佢加到呀饮料底度，佢就说在同饮料用夹到胸下。就有一点像颜色东西，台湾人懂好色的珍珠奶茶啊，或者是什么奶茶米苔木啊，反正就会有好吃的东西，大家就会来给加到饮料里面。也还一类就是像这种的感觉，你滴是气泡水的同时，你就得抽到东西，韩国呀东西又唔会皮，很重要哦。很重要就是给唔会皮，对，又有饱足感。所以你刚刚讲到珍珠奶茶的概念，嘛有装牛奶呀，也让牛奶的也是让它有这种概念，而且很漂亮，要带下黑水粉色的呢，要用吃婆加牛奶，所以是草莓牛奶跟那个搅搅奶哦。哦，可以看到可以是渐层变化。韩国底度又有一点点像这个珍珠奶茶的概念，好。对唔对？都我吃些看奶，上来呀，黑木耳露同吃婆的牛奶，搭配起来系乜嘅口感？是看露底耶，完全没有违和感，是懂豆搭配呢，原来草莓牛奶可以跟黑木耳露结合在一起。其实你看一开始看到脚本，看到眼会。然后是黑木耳气泡水跟黑木耳牛奶的时间，我的心感度有一些些的痒痒哦，因为想起来就知道乖乖要每人平常时会吃到的东西，不过按用色体以后就会吃到，其实黑豆搭配黑搭皮的，因为感觉黑木耳好像其实可以百搭，真的，黑木耳其实给讲来。基础乜嘅东西，人家都讲佢配菜，所以其实基础当多饮品啊，对啊，还有周边的菜色啊，佢中下係万搭，它不叫百搭。哦，就是因为它很常当配菜，就表示它跟谁都合。所以真嘅，所以来会吃到很惊艳，因为。头摆一般食到嘅东西，当时有食到係用切嘅，含做啲乜嘅东西都加落去。我相信讲家下你讲嘅乜嘅木耳鬆餅啊、木耳果醬啊，全部聽眾都懂好食。不過談講嘢東西愛食，還係愛選豬粉哦，冇搭擺就食得到。因為土太家排泄啦，因為人家係農民，而且農民嘅部分其實平常時要做農，要種木米，要處理木米。就假日的時節，假日當做的開放本大家來食。平常時你都愛煮飯呀，木耳露嘅話，做得嘛有栽培的部分，對，不過講排泄都係平常時，真是係冇煮飯都冇。哇，古時候還係愛先煮飯，因為其實吼，有農民真係種東西當辛苦，除咗呀，因為含做的用嘢到嘅腦筋吼，想出按到無窮用嘅變化，剛才有講到沒有食到，真係係本人吃到非常驚豔吼，頭擺冇食過按用嘅東西，不過其實後面還有當多東西愛同大家來分享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這個整個節目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吼邀請到阿富雄同大家來分享佢種木米嘅心得，韓國嘅產品，其實吼較合適到當到木米無夠用嘅搭配，真係阿權妹天白按用適到，古時候我哋當上去啲啊，一木米竟然按。對佢按唔熟悉，沒想到請阿富雄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上來也冇咪佢生長嘅環境，上來家嘅條件安用嘅，將做得來生木米，因為現創用嘅環境將做得來本佢生。一般啦，一般都會木米會生長的環境，地方佢有水，佢有濕土，佢有溫土，佢還有通風。
通风，哇，温土、湿土、通风，我说呀，3天条件都会达到，对，这样有办法来种出木米。我像一开始唔伫黑白种的时节，有黑白种过，一定以为因为冇人教，黑白种的时节，湿土强湿，木米都开始烂面。哦，佢都快啲，過來唔係温土唔拉都唔肯行去，過來佢都上當慢，你温土強高，佢一下都開花，一下都都打開來嘅，哦都唔好太累，唔係唔通風，哦佢行下奇怪，佢會上衝人家鹿茸樣嘅，你冇？木米一般都係你開花，你開花，佢話你上一隻長長，好奇怪。哦，嗰個。哇！有木米真係係當神奇嘅東西呢，佢頭擺人冇按科技化、按數據化的種木米嘅時間，佢喺度去那片青島木米啊。好厲害！以前像我媽同我講，以前我是木米去那切，太樹頭下，太樹頭下，下尾當到嘅棉條嘅木。那個棉條嘅樹誒，係，你棉條嘅樹誒當個都前嘅都當到木米啊。哇！所以應該變開啦，啲樹人喺度變開啦，唔可能到下不要。嘅一般當個係要ที่濕土唔拉，ที่นี่通風唔拉嘅地方，你都可冇木米。係行去個湖岸嘅地方，一定要到湖岸嘅地方，當做生嘅出木米，因為木米都像牛樟有冇？其實種下都全部就係都完全冇講嘅蔬菜，當做啲生。對呀，安尼會較好，嘅品質嘛較好。對。唔過吼，還係同大家講一下哦，喺假使講去挪威嘅木體嘅樹嘅底下，看到種木米嘅唔好亂摘哦，因為有可能會有其他嘅菌到底會哦，也就像亂摘菇嘅來食咁樣，其實係有風險嘅吼，也係去市場買就好嘅啦。你一科技當方便的啦，木米都太簡呢，用太空包種出嚟當夾嘅，唔是講要散空氣，都錢到唔錯嘅東西都麻煩。對啊。不過其實像呀木米啊，看起來當簡單，什麼太空包種啊就生出來啊，不過其實佢還係有片蟲害嘅哦。哦，對啊，講到呀木米嘅片蟲害，種有機嘅，人家有機蠻新奇嘅，種有機嘅人真麻煩，唔噴藥嘅。乜嘅藥嘅都唔噴，咁人哋很像蟲嘅來，會嘛血絲蟲。血絲蟲。咁樣幾包病的，100都病1包。你有。安定人講。對，你有菌，像什麼，像人家感冒當過，親都看得到嘅嘛。青霉菌。哦。你讀到青霉菌，點樣見測啊？有時候一按不測，3、4包。哇，安強哦，這麼厲害，它的走菌率很強。對，嗰啲風一吹，佢水一帶，全部就會傳染到。所以特別看到安尼東西，我還有當到佢黃嘅、粉紅色嘅、黑嘅，都是霉菌。因為你剛剛講嘅條件完全就會合乎一條菇嘅類上嘅蔬菜啊，對不對？菇頭就會上菇啊。你到入邊都看到都安尼，種下都病病的。咁不過有啲蟲誒，會留下來。哦。像蜘蛛、蠟卡，人面蜘蛛。這麼可怕！咁你蠟卡留下來，看到安尼講，安尼好，因為呀，我來學蠟卡係。基本就同係天生一些嘅冇事嘅會蟲。哦，對，因為蠟卡會吃小蟲子，像那個黃菜技術同好食。我地不要黃菜我唔啲，你當到看得到嘅蟲嘅，基本過來基本過來食係錯嘅啦。嗰個像蠟卡一樣嘅蟲，人家就會留佢留蛋。留蛋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不過其實像呀種木米啊，呀底部呀太空包底度，其實係木屑，對不對？像呀樹嘅一條麥，你會留佢用嘅處理。種皮以後，就是裡面的木屑。太空包冇嘅時節係冇，我講呀冇嘅時節，還有旭東島嘅，唔係旭東島啦，講中東島嘅光蠟樹。光蠟樹一樣嘅，叫佢
它要吸引独角仙。对，所以木蜜摘脱之后要保卫无好的时间，都铺到带下。对，本独角仙它有个居住的地方。哦，因为它会上给幼虫，它的幼虫就会空到亚奶度。对。哦，古时候你这边喊中光蜡树哦。还有光蜡树。哎，贴片中光蜡树。哦，贴片中光蜡树下去。哦。不过按呢独角仙啊，其他的有好。对，因为有一个很棒的生长环境。光蜡树就黑亚独角仙给最重要的栖息地。古时候你这边有懂得独角仙做得起吗？你看那时节来当有，真的有时节性呢。好，像人家咩乜当到独角仙乜有啊，嘅腐烟虫，乜太大，因为环境当好咩。当到水啊，所以佢当到那种小昆虫、小动物，青岛端的，当到木蜜了吼，嗰个叫腐殖层，加讲木屑，还有腐殖层，嘛青岛蚯蚓，好，佢嘛当到，好，表示人嘅奶青好。对，安尼做育动物，育昆虫，嗰还育嘛育种下嘅树诶。佢青好的皮料，对，因为佢地方慢慢都冇，就是腐殖层，对，还有那个很棒的纤维质，好棒哦！古时候你看像按用按后嘅环境，系唔系爱多种其他嘅东西？多种其他，其实没有种嘛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像来自家嘛有种富茶树，富茶树有种，嗰还有种葡萄，哦，懂呢，还有乜嘅？啊，像係今日早上都要買皮料，那買嘛皮料係印加果誒，完全冇談過印加果是什麼東西？可以上網 Google 印加果，像人家八角樣誒，我們吃中藥的時候會有那個八角，用八角那些東西，好特別哦。當槍啊，唔過佢咩？佢嘛係炸油用嘅。炸油用誒，哇！其實你嘛對身體當好，當到 Omega3、Omega6、Omega9。古時候你種一條東西，人家田聽說愛動態哦，一條東西差唔多種嘅幾發咧。種強吼，我算咧差唔多1角2。哦，古时候有种按太偏，按好嘅反应啊，不种白不种啊，好嘅反应尽量多种较多嘅东西，对不对？本安尼土地都得继续来利用。按你讲冇错啦，不过当甜。因为较辛苦地位就错嘅。對。不過其實基本一按難得有請伊來，咩想我來請伊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因為大家去到市場買木蜜，有可能買到糟嘅。韓國廠按樣作風看到實咩？按用嘅來看，呀木蜜上來係有刺呀冇刺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一般吼都市場上買嘅木蜜，佢會用糟嘅來泡水，嚇。哦，係哦。佢會用糟嘅來泡水，因為你糟嘅保存較久咩，熬夜時間係當泡水都好嘅。咁一般熟嘅木蜜，佢會佢都直接拿出來就直接賣嘅，你冇買它。又麻煩，我講帶轉去本上本。像有時候很多市場上買到卡沒泡水嘅，好都可能買到新鮮摘下來嘅，帶轉去本上本，我本都唔記得啦。有冇？我實時唔記得。唔看，我要去辨別嘅有刺冇。我看睇啦，唔去拿下來時間，看咪爺爺冇。有黏液。因為爺爺佢都快出嚟啊，都變高幫嘅啊！一般人都講，像摘下來嘅，差唔多本10日到20日。將摘下來嘅10日到20日，一天冇有問題。唔過我係本較久到嘅，我地包有乜東西，就係本相當多，比方奇奇怪怪嘅，它會互相的有蜜透，所以以為你講木蜜摘下來，前後都加實實都好嘅。我講洗澡。較好保存，乜當好。因為其實洗澡嘅木蜜，應該唔是冰，哈。洗澡嘅木蜜都唔是冰，唔是冰，常溫保存就可以了。嘅愛色嘅時間再過來給拿下來，浸水。嗰時候人哋嗰位市場可能看到浸到水掉度嘅，佢就係泡水的乾燥泡水還原的木蜜。可以這樣區分嘛？做得安尼講啦，唔過。
以为嘛係唔多冇杯真水嘅，而係講啊木米要比較重。較因為係稱用稱咧。係用稱咧，因為木米底部有嘛木米果粉啊。像嘅表面一般看到係講樣背面，對，嘅表面有拍拍嘅。叫做木耳果粉。有上次看到嘅啪啪嘅，嘅啪啪嘅果粉是，有像葡萄的果粉，大家就會講，葡萄的果粉係好誒。那木耳的果粉有嘛個特別嘅？木耳的果粉，哈，佢主要來講都係不要讓它水分進去太多的。一般木耳的果粉，它主要就是應該是說來抗掉一點，不要讓它太濕。佢冇人太髒起來，它是木耳的保護機制就對了。對，佢冇人太髒起來，太髒起來都較重咧，水分較多啊，了嘅唔多一咬都變脫咧，都冇效嘅啊。原來係安尼，古時候又好起來哦，迄個人嘅木米吼變到變上有一絲絲的舊誒，你做嚟來名一下，看有爺爺冇？迄個爺爺嘅可能就已經無似哦，又好多，感謝阿富雄同大家來分享哦。神夢已經每日來節目當中，好按神夢吼，也對苗栗來嘅青年農民來同大家來小記分享哦。咩神夢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聽下來做運動哦。